Yodawai tusa kajam-daman na makaitina na sulibat. Saka tutsua kajam-daman na orija supui na kainua tsamas. Imazai toa pina sa sevari-varita na taivril. Imazai toa tiro akayan, imazai toa ita karan patu tapuru katu pitua karan. 历代志下3章1节到17节。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王已经为圣殿预备了一个地址，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上主曾向大卫显现的地方，在耶布斯人亚拉瑙的打麦场。所罗门作王的第4年2月开工建造圣殿。所罗门王建的圣殿长27公尺，宽9公尺。进口处的门廊跟圣殿的宽度一样，宽9公尺，高54公尺。门廊内部都用纯金砖贴。大殿钉一排香柏木板，再贴上金金，上面雕刻着棕树和链子的图案。王用华丽的宝石和从巴瓦因进口的金子装饰圣殿。他用金子装贴圣殿的墙、栋梁、门槛和门。工匠的墙上雕刻基路伯，称为至圣所的内殿长9公尺，宽9公尺，跟圣殿的宽度一样。至圣所墙上所装贴的金子有20公吨，金钉子用了570公克。楼房的墙也是用金子装贴的。王又命令工匠用金属做了2个基路伯，外面包着金子，放在至圣所里面。这2个基路伯并排站立，面对进口。每个基路伯有2只翅膀，每只翅膀有2公尺2公寸长。2对翅膀展开，在殿的中间相接触，两边碰到墙，横跨整个至圣所的宽度约9公尺。至圣所的幕帘是用麻纱和其他材料制成的，染成蓝色、紫色、朱红色，有基路伯的图案绣在上面。2根铜柱，王铸造了2根铜柱，每根高15公尺半，并在圣殿前面，每根有1个柱头，高2公尺2公寸。铜柱顶上装饰着1个交织的链子图案和100个铜石榴。这2个铜柱竖立在圣殿进口处的两边，南边的一根叫雅金，北边的一根叫波阿斯。爱丘开诺查马斯。扎督出阿西纳布洛开马在多卢萨嘎兰。所罗门作王的第4年2月开工建造圣殿。历代志下3章2节。督传嘎加米达曼阿西尼波巴达湾。开工建造，开工建造。人心中有种渴求，会因一个价值的催促而把梦想化成行动，将心中描绘的蓝图化为实体。今天的经文记载，所罗门为上主的圣殿正式开工了。关于圣殿的地点，历代志下3章1节出现3种技术：耶路撒冷、摩利亚山、亚拉拿的打麦场。耶路撒冷是当时首都，所以圣殿建在此地。摩利亚山是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点。后来上帝预备公羊代替以撒。耶和华一乐，上帝必预备。圣殿是人献祭给上帝的地方，
也是上帝为人预备恩典的地方。至于亚拉拿的打麦场，大卫因数点人口有犯罪，上帝降灾以色列。执行杀灭任务的天使在亚拉拿的打麦场时，上帝改变心意，于是大卫按照价格向亚拉拿买下打麦场和牛。足坛献祭给上帝，止息了灾祸。圣殿的地点充满过去人与上帝之间互相的故事、互动的故事、历史。现在人们也会来到圣殿教会，在上帝面前认罪、献礼物，与上帝重新和好。关于将来的盼望，呈现在圣殿进口处的2个铜柱。这2个铜柱有特别的名字，一根叫雅金，意思是它将建立；另一根叫珀阿斯，意思是它大有能力。这2根铜柱竖立在圣殿前方，正符合建造圣殿的目的。铜柱的名称也提醒前来圣殿敬拜的人，上帝有能力建立他所要建立的，不是靠人的聪明来成就他的计划。后来犹大的君王登基时，会站在其中一根柱子旁，起誓愿谨守与上帝所立的圣约。圣殿开工的时间是所罗门作王的第4年2月，这是春天来到的季节，雨季刚好结束，所有的开工都是串联过去、现在与将来。开工是一个新的突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昔日圣殿的开工如此，今日我们的开工也是如此。过去我们可能累积很多的经验和能力，最重要的是想法的突破。现在我们从现有资源中做选择，努力朝一个值得盼望的美好未来前进。开工是一个突破性的举动，开工连结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认识一位弟兄，国中时就跟着已信主的姐姐到教会。对国中生而言，这是他人生的新突破，也可说是他人生的开工。更重要的是，他不要人生只是现在这样，他心中渴慕一个更美的境界，并因为看见这个更美好的境界，就开工热切去追求。我想每个人都能让心里的圣殿开工，让圣殿建造在心里。当人接受耶稣基督，他不仅内心会产生更深的渴望，也会开工让自己投入更大的事。现在都说把的这个开工建造。Satu出阿西尼巴给你们那么讲点，最近我有为什么事情开工？那是根植于过去的哪个基础，想走向如何的未来？最近我有为什么事情开工？那是根植于过去的哪个基础，想走向如何的未来？Acu mana sini pakinum nam tu soka zaman-zaman ori nama kaitina na kigalo akinunum ayakana pasamarau kainuli。我的上帝，我为过去感谢，为未来赞美。而今天，在我微小的呼吸声中，我有新生命正在开工。就在此时此刻，你串联了我的过去与未来，何等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Mali-mali, tu suaka zaman-zaman, nama kati na misa selang, sumupu, kila rai tua kai no semas, lata pina ene saja, pasusuin, saka anu kati na maruloi ramanda, lata pina suna mumal, saja raluin, kila rai na ichua sini pada zika tu suaka zaman-zaman, ayakana pasamarau, saka mali-mali, lati na suliva tu suata kini adavan, 大家平安。